歡迎收聽 Here Observe True， 我哋專注真實、理性分析新聞。如果你覺得內容有價值，請訂閱、點讚或者點擊資訊欄請我哋飲杯咖啡，支持我哋持續報道。14,000蚊張椅坐出風波，江文慧辦公室開支惹熱議。各位觀眾，最近政圈有單坐得舒服都可以坐上風口浪尖嘅話題，主角就係旅遊界立法會議員、奧運金牌得主江文慧。事源喺2026年4月21日同22日，多間媒體翻查立法會公開嘅議員開支申報，發現江議員辦事處入面有一張坐落去可能唔想起身嘅名牌辦公椅，成功吸引全城眼球。講緊嘅係一張來自挪威品牌嘅人體工學椅 Cabisco 系列，價值大約14,500港元。唔好以為淨係貴咁簡單，人哋設計都幾有來頭，仿馬鞍造型，坐姿可以調到上身同大腿約110度，仲可以半坐半企，聽落就好似連打工都可以打到好有儀式感。有專家話呢類椅有助血液循環同呼吸順暢。簡單啲講，坐耐咗都冇咁易變石像。有分析就話江議員本身係運動員出身，對姿勢同身體狀態要求高，揀張好椅其實都合理，但問題就係合理唔等於人人都覺得順氣。除咗張夢幻座椅，申報仲見到其他裝備，包括4部手提電腦，總值大約38,000蚊，仲有1部相機，6,000幾蚊。加埋其他開支，截至2026年3月，整體已經用咗約13萬港元。有網民即刻開腦洞，係咪準備做 YouTuber？ 拍片落區？定係之後開旅遊 Vlog？ 講真，而家政界都要經營形象，影相拍片，可能真係基本裝備。各大媒體角度都幾有趣，有報章就逐項數字拆解，好似幫大家對賬；有專欄就順手提埋江議員已經完成放棄加拿大護照手續，交足功課；亦有媒體揾物理治療師出嚟教大家伸展，將14,000蚊張椅變成全民護脊教室。當然，輿論就一如預期，分成兩派。支持嘅聲音就話，辦公室設備係長期投資，尤其日日坐幾個鐘，對脊椎好啲，其實唔算奢侈。甚至有人話大公司老闆用嘅椅仲貴，但質疑嘅一方就忍唔住講句公帑嚟嫁禍，對比一般打工仔幾百蚊張椅都要諗幾日，一張過萬，心理上難免有落差。講到尾，其實重點未必係張椅，而係一個老問題，公帑使用嘅觀感。即使合規合法，只要一曝光，就好容易變成民間審計。而江議員目前已經喺土瓜灣開設地區辦事處，積極推動社區旅遊路線，結合啟德同九龍城一帶發展。椅就坐得舒服，但工作做成點，市民自然會睇實。最後一句總結，做議員坐得正都好重要，但更加重要嘅係做得正。請記得點讚、訂閱同請我哋飲杯咖啡支持。你嘅行動係我哋維持真實報道嘅動力。下集見。